为了要强化社会韧性和防卫意识，政府印台湾全民安全指引要普发到每一个家庭。不过，民间团体指出，讲未来若准烧钱的时阵呢，用一户一户来发物资，是无法度来保证讲所有民众都会当摕到手。最近有30个民间团体共同提出政策建议书，认为讲要针对多元族群去设计这民防政策，互老人、囡仔、妇女、障碍者等等的特殊需求，拢会当照顾到。为着要提升全民的防卫意识，政府有印台湾全民安全指引，要普发到全国980多万户家庭，也有规划防空避难所、甲汉光演习模拟设定作战。最近有民团收集30多个团体意见，发布政策建议书，指出政府目前防卫韧性的政策规划欠缺多元族群的设计，希望政府看到妇女、老幼、多元性别和障碍者等等的无同需求。就所谓的防空避难所，它是因应紧急状况，然后要进去躲避的。那但是收容避难所，其实可能它例如说你的家已经回不去了。那例如说收容避难所，其实它可能就会需要一些无障碍设施。这个隐私跟安全，对于女性跟少数性别还有这个儿童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有民团指出，亲像有新的妇女，也是有幼囝的家庭，若是拄到物资无通进口的时，包括医疗用品、日常物资拢会欠，尤其幼婴牛奶粉拢是进口的，在平常时都要先存起来。另外，妇产科医护伫咧战时恐惊是真恶找，民团呼吁政府就要盘点多元的资源人力，包括助产师、陪产人员等等。乌克兰的妇女其实是没有办法在医院生产的，那她可能必须在避难所去进行生产，因此我觉得相关的避难所也要有一些简易的生产的设备，好，例如说消毒设备、简易的例如说胎心监测啦等等之类的这些基础的基本的设备，可能都是要预先去预备好的。民团嘛表示，未来物资若是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，以家户为单位，互里长去发，安尼战时恐惊无通保障民众通摕到物资，也呼吁通比照新冠疫情摕证件领喙暗的做法。另外，民团嘛建议政府会当参考这份政策建议书，针对无工作群来规划安全指引和民防政策，来强化社会韧性。记者卢尚如、王进光台北报道。